下面让我们欢迎上海的形象大使，美国 NBA 休斯顿火箭队的运动员姚明。姚明你好。大家好。我知道你有句名言，上面的空气就是不一样。对啊。那这次你来到我们的这个黄金大奖赛的招待晚宴，大多数都是这个田径运动员。你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，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感想吗？在这儿最高的，然后跑得最慢的，跳得最低的。不会，你跳得非常高，我们知道。金牌跳，但是他们弹跳再好也不会比你抢更多的篮板球。他们有这个技术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你去了四川，给四川的一些灾民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，也展示你的爱心。你有什么收获吗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想你说的收获是非常正确的词。我在那里，我认为，就是我在给他们那些孩子去建学校的同时，我收获了很多。他们那些乐观的面对未来的生活态度，使我很受感触这样也带给我很大的信心，这样可以为将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还是再谈一谈篮球。我们知道新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而且火箭队的这个阵容也有一些变动。那你觉得今年火箭队的表现会怎么样呢？实力变得更强了，我们的目光放得更远些。过去几年已经说了很多这样的话，那就少说多做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祝愿火箭队能够表现得更好。也希望你明天可以去看我们的黄金大奖赛。姚明，来了这么多田径运动员，你对哪一位印象最深啊？姚明，抬高！姚明，抬高！抬高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刘翔，还是你这标志的阳光的微笑。这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这么多，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怎么样？恢复的还可以吧，主要就是好好养一养，因为这个伤是慢性伤，需要用时间来恢复，对不要太急，因为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嘛，将来还是有时间再可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刚才我们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说，刘翔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那明天你会不会去黄金大奖赛的现场去支持我们这个比赛，去支持其他的中国运动员呢？去啊，希望可以为他们加油。我们在哪排哪座可以看到你？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票是多少，好像是解说吧？解说有可能。那你下一步会有什么计划？打算什么时候复出？复不出了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就等伤好了，完全彻底好了再复出。对，还是因为运动员最怕就受伤嘛，现在走路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主要还是能够有个好的方案，能够去解决一下，根治一下。那我们刚才看，用上海话欢迎一下各个运动员。用上海话欢迎一下各个运动员。欢迎大家来到上海，希望大家吃好喝好别想好那我是不是要用上海话、英文翻译给他们听？不用，应该大家都懂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刘翔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请刘翔和姚明，我们两位上海的形象大使共同参与留念。好，谢谢杨明。王者，他说这个比赛非常激烈，你永远不能说谁是最强的。如果有一个运动员在这个赛事当中表现得非常好，状态好的话，他就能够脱颖而出。他知道刘翔现在有伤，他相信刘翔在伤痊愈之后一定会是成为新的盟主、新的王者。And this time you came to Shanghai. So time have a little chit chat with Liu Xiang. Take a group photo, please. Okay. Liu Xiang, please. 我
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。Alan, this is your gift to Liu Xiang. Yes. Can you tell us what's the gift? It's just a little gift, a couple of words of encouragement, and something to help him through his healing process. 那这是这个 Alan Johnson 给刘翔的一个小小的礼物，是他亲笔写给他的一些慰问的话，希望他能够快快的好起来。这份真的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。刘翔，你觉得这个礼物重不重？我觉得太重了，我一定会放在床头好好看。刘翔 said he's gonna put it on his bedside and read it every day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Let's take a group photo. 好，谢谢刘翔 ，Thank you.